什么是浸水式教育？2018年12月，立法院已经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啊，互人感觉母语教育真有远望。我是一个母语妈妈，对未来的教育体制有真大的期待。毋过，现此时看到的现象，却互我真烦恼。目前教育部所推出的幼儿园本土语浸水式实验教育，到底是做真的，还是假的？听到针对幼儿园推出台语浸水式教育，原本是真欢喜，毋过去了解以后，是真生气。问园长，安算要安怎扫？园长讲，一礼拜找一天来做，而且是某一节课就好。安尼敢是浸水式？佮讲教室的布置毋免用罗马字，拢总用汉字就好。想袂到教育工作者对拼音的重要性竟然遐外行。其实用比较就知，学华语敢毋免学注音符号？学英语敢毋免学拼音？学日语敢毋免学卡那？是安怎？学台语毋免学罗马字？老师嘛讲无时间学罗马字。请问，英语老师敢会使讲无时间学英文字母？袂晓罗马字，老师敢有法度正确甲母语讲出来？学生敢会晓用台语念？上课教材是台语，也是华语，最后又搁转去全华语的教学、全华语的情景，安尼敢是浸水式教育？教育部敢有真正要催杀台语？呾就爱要求教育部趁国家语言发展法施行，爱设立全台语的幼儿园、小学、国中，甚至到高中阶段，拢用台语教课。以语言罩的概念，设立语区来保护母语莫流失，互囡仔长期浸伫母语听讲的环境，做真真正正的浸水式教育。若是会当逐工、逐节课拢是台语讲课，台语就是教学基地语言，安尼台语就毋若是一个科目尔，会当互自细汉讲母语的囡仔有母语环境通延续，嘛互有心要互囡仔学台语的家长较有气力。国家语言发展法施行，就爱重视语言平权甲福祉，保障人民讲母语甲母语受教权，安尼浸水式教育才有可能甲台语救活起来。